伫咧嘉义五股湿地边的布地国中，全校有100多名的学生囡仔。学校为着要照顾这寡当咧大汉的学生囡仔，逐礼拜三拢会甲学生加菜，而且佫唔免另外扣钱。学生也表示讲，一礼拜当中上界期待就是拜三，因为会当食甲真济草。食中昼顿的时间，学生甲中昼顿扛倒来教室，大家排队点菜。嘉义县布地国中甲当咧发育的学生食袂饱，逐礼拜三拢另外替学生加菜。星期三的食物有很多种，它总共是比那个星期1、2、4、5的还要多，像有鸡排啊、棒棒腿啊，还有一些烧麦什么的。学校表示，这个囡仔当咧当大人，需要2倍质。学校特别甲欠落来经费用来替学生加菜，一方面照顾学生，一方面嘛减少家长的负担。经费的来源是在我们的午餐的专户当中的结余款。我们希望这些是孩子他们所教的这些营养午餐当中是专款专用，就用在孩子的加菜金上面。所以我们礼拜三的加菜是完全不用再跟家长再收费的。希望有更好吃的菜色，例如鸡腿之类的。一个汤3项菜，有时阵阁有学生伫学校内底种的菜。目前逐礼拜三拢有加菜的机会，也毋过学校表示，平常的资源无法度甲都市相比拼。而且相关的成本嘛较悬，虽然教育部甲县政府拢有补助，但是最近物价愈来愈悬，嘛是会烦恼营养午餐业者每年经营的态度，敢会影响到偏向学校的囡仔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